中英航空的机师投票要罢工，桃园职业机师职业工会表示，有真侪人去投票，应该当摕到合法的罢工权，可能上紧伫咧过年期间会发动罢工。工会嘛强调，中英航空聘用无特定机型执照的外国飞行员，已经违反就业服务法，伫咧顶个月，互桃园市劳动局甲因裁罚。投票的一个结果也是相当的踊跃，所以我们预期在1月22号，我们也可以合法的取得罢工权。那接下来当取得罢工权之后，工会会进入后续的这个罢工的规划的一个持续的动作。那么，因为接下来在2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了，当然工会也不想要没有劳工想要去走到罢工，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不的手段。如果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够唤醒公司对我们飞行安全的重视的话，那我们也只能够这么做了。技术工会表示，中英航空透过违法的中人违法引进外国飞行员，所无特定机型的执照，已经予政府间开发。就算安尼，中英航空也是继续违法的用人，直接威胁到旅客的安全。工会是高不将，才会发动罢工，想要来提醒中英航空伫爱较密切的爱改善。不过，中英航空是表示，因尊重工会自主，会继续来甲工会沟通。